倒移，另外一个上新的政治消息，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正式成立台湾民众党。昨嘛放掉讲的提名满34席，不分区的立法院名额。这其实郭文哲特别针对相关的议题接受媒体访问，咱做伙来听上新的讲法。对啊，因为上一次那个时代力量在提名不分区提名的战略错误嘛，他提名六名嘛，我就要减6名嘛，是。然后来在最后的时候，民进党就放出一个最后阶段说，啊，这个投给那个时代力量票都浪费掉，他们票已经够了，因为当时民调他们最高冲到10几%，那所以大家一听对啊，就投给时代力量，只有超过没有用，所以后来就转投回民进党，那所以。那然后他最近又有一个问题了，因为那个男女比例的问题，他说中间又退出一个哇，所以他现在时代力量，你看党团解散了没有？还没，快了。黄国昌在不干，他们党团就解散的。你是觉得他们大将都跑光了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他要满3个才可以组党团嘛，而且那一路去掉，还这样刚好3个，他们只要再一个退出，他们就解散了。市长一般我们都会设定目标啊，是目标就要取代实力。没有的，没有什么取代实力。那反正这个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再讲嘛。那你有设定几席作为一个党的一个目标吗？老实讲，我都还没开始找人呢。昨天我才讲说，我们要开始找人了，因为还要等事实上要等内政部的核定函下来，才能够正式开始招党员还有募款账户什么才可以开始办。所以现在还在。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研究网站怎么设立。你有提到说区域立委一个是要赢的，一个是要让别人输的。那请问要让别人输的那个的意图是什么？对啊，就是说至少要有这种实力嘛，不然如果如果我们提名一个人，你知道，帮他垫骨感，哇，那提名这也没什么意义，纯粹就是为了提满10名20名啊。像你立委的条件怎么样才可以符合民众党？对啊，是不是？这样嘛，就像有人在问说，你将来市长的那个后面要接任的人选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说要先选得上啊，所以一样嘛，我们当然总是要评估说，这个是有能力选上，或是他有能力影响那个选举的结果的。这个在这个条件之下再看说，这个人到底行不行呢？童仲彦跟李婉玉行吗？因为感觉他们都想要加入。哇，我感觉困难的。为什么？没有，这个还是一样的哦。我们还是科学嘛，你要有数据证明说你有符合前面那2个条件。如果连前面2个条件都没有，那在后面都不用讨论了。市长，你8月1号是不是已经见过郭台铭？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在车上在看那个1周刊那个报道，我读起来都觉得津津有味。哇，这个你们些杨书妹，她怎么那么厉害？她可以写的好像那个形容词叫灵活连线的，所以是厉害，灵活线，所以是有啊，他真的有赢5%，不是韩国瑜5%就不是的，那个叫典型的3分真7分假，只是他只会把那个空白的部分都补了这样，我想是道理。